阮自古就带来这个真理：庄仔外是无边的山，内山斗仔底有一座几号。伫几号内底上深的所在，咱无法度到的所在，都是后爷所带。伊抓尾的人生，阁有一张看着真赤的面。伊是庄仔头和一片山水天地的创造性，也是代表往生的神，也是爱情的回声。第3月，桃花暗暝的时阵，伊就住伫每一蕊桃花中。每一个少年人，男女愈男，女男人，都有行过伊的庙口埕，求伊保庇因的爱情。庙口迄条街仔口，真理的人，拢叫伊花巷。看着伊徛伫门口，点点插鼓铃红红。